大家係咪預算有限，仲想要珠海嘅配套，同埋加上係現樓精裝修，落到樓下就直通巴士返香港嘅？咁今日呢條片一定要收藏加點讚啦，因為今日我哋會帶大家嚟到呢個坦洲嘅流量紅盤啊！呢個流量紅盤呢，講緊嘅係帶埋精裝修、現樓現證啊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！第一，我哋港區位，我哋項目位於坦洲嘅核心地區，加上係灣區嘅幾何中心，灣區生活1小時生活圈啊！想去珠海同埋澳門、香港有幾近？睇完呢條片面你就知啊！社區直接配有專屬港澳業主直通巴，落樓下就可以上車，無縫對接粵港澳1小時生活圈，加上深中通道，加埋港珠澳大橋加持，真係呢度方便到你唔信啊！第二，我哋講大家最關注嘅配套，我哋項目擁有33萬平嘅成熟配套，絕對唔會話餅俾你食啊！我哋講緊5分鐘嘅車程就會去坦洲嘅優悅城，15分鐘直達珠海嘅華發商都，周邊有18個商場環繞啊！市區內部有自帶6萬平方式嘅萬家園林、露天泳池同埋塑膠跑道啊！喺呢度繁華自然，你都可以同時擁有啊！Hello， 歡迎到你的家。喺我哋第3點講交標，係咁嚟到我哋而家呢個戶型，我哋講緊係精裝現樓，同埋加上係現樓現證啊。喺我哋嗰個睇得我哋嘅左右手邊呢度咧，係完全贈送俾你嘅。喺我哋講緊呢套單位4間房，大家可以估下呢個係幾多平方？我等陣揭曉。咁啊，我哋仲係南北通透啊，仲有我哋送埋全屋家私、格力電器俾埋你。同埋加上我哋嘅大品牌交付，廚房全都係3件套全贈送啊！係咁，我哋呢個4房2廳2衛幾多方？係98方，超高嘅實用率，係100%達到120嘅實用率啊！同埋加上我哋呢個單位可以拎包入住啊！咁大家會諗點拎包入住啊？呢度冇家私家電嘅喎，睇住我，認得我送你全屋家私家電俾埋你啊！好啦，最後一個最關鍵嘅問題就係價格上到底幾多錢？大家唔使急啊！咁開發商一開始賣緊嘅價位係15800，現在係講緊13500，樓層任你揀啦，首期仲可以10萬蚊就可以上車。樓盤呢度誠意滿滿，送埋你一個價值12萬嘅產權車位啊！開發商有咁嘅誠意，我 Gary 都有咁嘅誠意，送你全屋家私家電俾到你啊！想要了解更多樓盤嘅戶型同埋價格嘅，就喺評論區打66啦，或者 PM 我 Gary 帶你實地考察啊！